患的是突发性脑血栓。他以前血压高吗？是，他常年血压高，就靠药维持着。你们大意了，常年的高血压呀，是导致你母亲这次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您是说大为吧？他出差了，他正在往回赶呢，他赶回来看您。哎呀，小东在高考呢，等他考完了，他肯定来看您。别逼他！哎呀，不逼他，真的不逼他，您别操心了。刘大为，田芳，有个事儿啊，求你，但是咱事先说好了，能成就成，不能成就算。老太太病了，想见你，想你了。你让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好吗？谁呀？田芳，让我回城乡一趟。干什么去？他说他母亲病了，老太太想见我一面。田芳他妈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去干嘛？从道义上说，总应该去一趟吧。我和田芳毕竟生活了20年，老太太想见我，总要见最后一面吧。不许去。其实我去城乡，也不光是看小东他姥姥。小东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这个做父亲的总要关心一下吧，是吧？那我去了啊。我不去了。老公，你说你去看儿子，我理解。过段时间我陪你一块儿去好吗？田芳他妈，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丈母娘了，我觉得她找借口。你想想，你现在去他那儿，我什么感觉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去了。田林，是我。哎，妈现在病情怎么样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简直是胡闹！你等着我，马上过去。喂，哪位？刘大为，我妈可又报病危了，我这是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，你要是不来，就别怪我绝情。有本事，你这辈子就别见你儿子。哎，王丽，小东的姥姥报病危了，我要回去一趟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啊？这件事咱们俩不都是谈得很明白吗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排除我和田芳一切关系。一个一直把我当做儿子的人，临死之前想见我一面，我却无动于衷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况且我真的想儿子了，我连续2天做梦都梦见小东了，我真怕小东出什么事。我即便是有1000个理由不去，我也不能安心工作。希望你能理解。李荣，你马上过来，我们俩去城乡。姐，我觉得
妈根本就不会相信刘大为出差回不来。不相信又怎么办？现在只能骗他呀。那你在这等刘大为吧，我先进去了啊。不一定等得来呢。田芳，刘大为，你还真算有良心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可没跟老太太说咱们离婚了，我只是说，你到新疆去出差了，千万不能跟他漏啊！别啰嗦那么多了，妈到底怎么样啊？叫得够亲的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是克格勃呀，还是中央情报局的？你们是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呢？啊，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听到你叫妈呢？你们走吧，你们都走吧，都走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田芳。你看，是你打电话叫刘大为来的，你总不能辜负我们的一片好心呐，是不是？我没工夫跟你们吵架，妈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们走吧。我既然来了，你怎么哭了？田里，快去叫姐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妈在里头抢救呢。刘大为，我错了，真的我错了，我不该让你。妈，您怎么了，妈？你们走吧，啊，走。妈好像都听见了，叫你们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我来看你来了。妈，您别操心了，您好好养病啊。妈，妈的意思是说，刚才他全听见了，不要让我不明不白的走了。妈，我一直瞒着您，我跟大为早就离了。该来看看我。都怪我，这个家火没关好，真的都怪我。妈的后事，妈的后事是不是让小东也参加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他现在在考试啊，考试要紧。是，不行，就以后再跟他解释吧。高考是第一位的，要不然姐的全部心血可就白费了。来了，东啊，爸回来了。你好，小东，我是特意来看你的。爸，这是谁呀？哦，我跟你爸爸现在是夫妻了。你怎么跟小东说这个呀？他不知道，田芳不让说。哎呀，早晚不是要说呀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无所谓，没事儿。那你先走，我跟他说说。快点，我等你啊。东啊，别埋吧啊！爸这么做也是没办法，我有苦衷，我绝不是贪图享受，我是实在忍受不了你妈对我的态度，我真的忍受不下去。就拿对你的教育来说吧，
爸爸从来都是反对你妈对你的做法。我希望她多给你一些自由，给你一些宽松的时间，可是管用吗？我说了什么都不算呢。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啊。刘大伟，我们该走了啊。啊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小多，爸爸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我也知道，由于我的行为，给你造成了单亲家庭的痛苦。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原谅我。爸啊，我想你在这里陪我2天。行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